下一次美国那个总统来的话，我请他喝台湾的一方。哇，太好了，谢谢，好，支持一方，开心，对对，非常荣幸，谢谢董事长。耶，我们国家女歌手队长第三力量崛起。你是好，我们今天是美国茶。谢谢，非常这另外一边，那个董事长啊，在我那时候最困难的时候，事件啊，董事长打电话直接找到我，然后力挺，哇，真的很感动，所以非常谢谢董事长。我觉得应该是要了解全世界台商这个苦我台商的苦我最了解，所以呢我想一方在说的困难的时候，很多人台湾必须要走出去台湾的中华民国要让全世界看得到，所以你放心，我会带你到美国去，谢谢，好不好？到美国去，那我们不要求到美国去，到东南亚去。我有全世界，我有16个国家有工厂，我有工厂的地方就有你一方的存在的。哇！好，谢谢。而且到我美国芝加哥，我在美国那个威斯康星工厂去开，我那里将来会有不少人，好不好？好，开到美国去。有我们美国现在有30家，好，芝加哥还没有，芝加哥不能跟着我去，好，对，跟着我去开的话，下一次美国那个总统来的话，我请他喝台湾的一方。哇，太好了，谢谢，好，支持一方，支持一方啊！谢谢我们所长，谢谢我们科长部长。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乡亲，将来在进行两岸正常的交流的时候，让人人自危，这是我们期期以为不可的事情。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快乐！对，新年快乐！祝中华民国有个对。好的。红星空的完成是否今天白日满地红。各位亲爱的同胞，今天是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也是我们新年的元旦。我跟今天在场的郭董事长跟余香和我们所有的亲民党的同志一起祝福我们中华民国国运昌隆，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民进党的党团用多数的暴力违反程序的正义，而且没有经过跨部会的协调，也没有任何的施行细则的主管的所谓单位，在这样强行通过之后，将来会衍生出来许许多多我们真正人民权益受损的这样的状况。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作为，向民进党，特别是向蔡总统提出强烈的抗议，而且我们认为这样的做会让所有进行两岸沟通的许多的乡亲人人自危。我认为的第二点非常严重的是，我们过去这几十年来，我们都希望解除戒严。我们对于过去在那个威权时代的警备总部，如果现在再由民进党的党团和民进党来担任新的戒严司令部，然后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乡亲，将来在进行两岸正常的交流的时候，让人人自危，这是我们期期以为不可的事情。我们提出再一次的严正的立场，和向民进党和蔡总统提出严正的抗议。一党独大的后果，今天呢反渗透法就可以看得到，就是权力的傲慢、权力的暴行，这种任何的法令，今天我们实行民主政治到现在为止，是两党要制衡或者两大两小，但是呢，一党独大的结果，任何的法令根本就是不要开任何协调会了，就他们说几点几分通过就几点几分通过，这第一点声明。
第二点声明，我郭台铭昨天在脸书也发表，这个我郭台铭办公室将来对于所有遭受到小老百姓遭受到无辜有被受到这种不合理的法令所起诉的这一些，因为施行细则倒没有出来我郭台铭办公室将提供所有的法律资源以及所有的法律费用，我们一定要跟他走向法律的抗争到底。那你怎么看说，等一下，因为那个柯文哲这边也会有一个就是践行的活动，但这个活动是不是本来有在敲，然后后来是怎么样取消了？我觉得参加国父纪念馆的升旗典礼，我认为是最有意义的，而且是它是我们到国父纪念馆来缅怀我们孙中山我们的这个国父，我觉得这个活动是最有意义的。其他的活动对我来讲都是就是没有那么重要。